好，Hello 各位早晨啊，歡迎大家收睇啦。今日咧就係論證 online 超住傾嘅環節啦。咁啊，繼續有 Eva 啦，同埋阿 Chris 啦，盧 Sir 同我哋咧一齊咧講下啲美股嘅部署嘅。咁啊，就因為咧就啱啱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啲關稅措施咧真係又彈出彈入，而且今次咧仲變本加厲添嚇。咁啊又要向呢一個嘅非美嘅汽車咧又徵收25%關稅啦，仲要疊加埋之前講好嘅舊關稅。咁啊，所以咧就嚟緊4月2號咧，即係下個禮拜咧，又會即係生效噶啦咁樣。咁啊，本來咧個美股都彈得好地地嘅，咁啊點知咧去到呢啲水平咧，尋晚又即係回得幾急下啦，尤其是隻納指啦，咁啊超過2%嘅跌幅嘅。咁啊，所以咧都要請教下 Chris 啦。喂，而家個美股，因為其實先前咧你都叫大家要攬定安全帶嘅，好幾隻股份咧。你覺得咧都可能咧會傾向會只係得個反彈，冇個轉勢喺度嘅咁樣。依家係咪都維持一個咁樣嘅睇法咧？還是覺得都可能仲要再審慎啲啊？嚇。好啊，嗱咁睇翻啦，其實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嗰邊咧不斷係加一啲關稅啦，咁我相信咧好大機會咧美國嘅通脹咧係會持續上升㗎，咁再加埋咧其實亦都即係大幅度咧裁減政府人手啦，令到失業率咧有機會咧亦都係真係反彈啦，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唔排除咧真係好大機會咧美國嘅經濟衰退，咁喺美國經濟衰退嘅大前提下咧，其實美股咧應該個走勢咧都唔會好得去邊㗎啦，咁我哋睇翻啦標普方面啦，其實近日確實係有啲反彈㗎，咁但係我哋見到咧早前咧有啲咧裂口位啦，講緊咧喺2024年11月6日左右啦，咁其實啱到裂口位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咧開始係彈唔上，咁琴晚又再顯著回落啊，咁呢個情況咧意味着咧其實咧喺阻力位咧有一個咧比較大啲嘅沽壓，咁唔排除咧稍後咧會即係有再試翻咧近日嘅低位啦5504左右，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咧考慮咧部署翻做一個淡倉啊，咁喺做淡倉嘅過程之中咧留意翻個風險管理啦，咁風險管理咧就係咧可以用翻3月25日嘅高位喺5786嗰度咧做翻一個咧係止蝕位㗎。OK， 好，咁啊就唔排除落去5500喎。咁有冇啲咩啱使嘅輪證可以俾我哋參考下，即係做 put 啊 Eva？冇問題。咁可以即係望下我哋個網站啦。咁頭先講完即係標普嗰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咧，我哋牛熊證嘅選擇咧，見到標普嚟講咧，其實由5400點收回價啦，去到4600幾點，即係嗰個覆蓋率都幾大，5%去到20%咁啊。咁如果話咧，即係想揀啲叫做保守啲嘅選擇，距離可能現貨價8到9%嘅即係標指嘅牛證咧，暫時提供緊嘅槓桿效應咧都有成9倍左右嚇，咁都係我哋精選產品之一啦，編號49532啊，49532咧個收回價咧喺5200點嘅，暫時個槓桿效應就9倍左右啦。咁至於話即係睇淡嘅朋友啦，熊證咧選擇亦都唔少嘅，咁比較近啲嘅由5800點啦，去到6800點都有嚇，咁就揀得近嗰啲咧就要注意翻個收回風險咧，相對比較高啲，因為即係收回嘅事件會喺夜晚黑發生啦。咁如果話同樣都係揀緊距離現貨價6到7%左右，都有精選產品嘅49501啦，就係標指嘅熊證6100點收回價嘅，槓桿咧都去到成18倍嘅。OK， 好啊，咁啊有隻18倍槓桿49501去做淡嘅啤啤啦，咁樣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懶得去計呢一啲嘅即係年期啊。槓桿啊，跟住啲窩啊，咁樣可能簡單啲咧，做熊證仲好啦，就49501。好，咁啊就嗱，美股好似即係都有啲難搞喎，我覺得個股都仲難搞喎。之前咧好多人咧都博咗 Tesla 好倉㗎咁樣，咁啊嗱，如果冇食嘅話，其實而家都心驚驚啦咁樣。咁啊 Tesla Chris 你又點樣睇啊？即係我其實你好早嗰陣時候咧，叫大家你要留意，我冇記錯係咪217嗰個位啊？係咯，咁啊就，但係佢又好似又即係開始又脫離翻啦，上翻少少，但係依家係咪仲用翻呢個位去睇定還是嗰個指示可能都要睇翻高少少？可以咪俾個圖我哋望一望啦。嗱，咁我哋咧可以望翻咧，而家 Tesla 走勢咧，其實都係幾弱㗎。因為我第一樣嘢啦，見到咧佢都係一個 underperform 啦，跑輸咗咧，呢個係標普方面㗎。除此之外咧，我哋見到啦，其實咧畫面中咧顯示咗個背景咧都係有啲紅紅地色咧，反映翻咧佢嗰個咧係即係動力咧係持續衰弱嘅。嗱，近日雖然有個反彈喎，咁但係咧望到咧畫嗰條藍色線呢個位咧，其實係一個阻力位嚟㗎。近日雖然咧曾經破一破，但係咧琴晚咧又再回落翻落去啦。咁所以咧暫時
時嚟講咧，似乎咧係呢個阻力嘅水平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沽壓，咁大家咧可以考慮翻咧又係啲即係淡倉嘅部署啦。嗱，留意翻啦，咁個風險管理方面咧就會用翻咧3月25日嘅高位就係288.2左右。嗱，咁嚟緊嘅走勢咧有機會落翻咧係近日嘅低位217蚊左右嘅，咁大家咧可以咧考慮一下嘅。OK， 好啊，咁啊，如果係即係揀呢一個嘅Tesla put 嘅話咧，Eva 好似我哋個網頁咧好多嘢咧工具可以俾大家睇嘅喎，係咪啊？咁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好啊，冇錯。咁都等我即係分享翻我嗰個網站嗰個畫面先啦嚇。咁呢一個畫面咧就大家都如果有跟開節目咧都幾熟悉㗎啦嚇。咁呢個咧就係 Tesla 嘅美股收盤價，尋晚就跌5.58% 啦嚇。咁我哋咧而家咧都新增咗個功能咧，可以俾大家咧望下24小時圖嘅一個情況嚇。咁譬如咧去翻呢個夜盤價嚇，呢個咧你會見到係即市啦、2日啦、5日啦咁樣。咁如果話咧Tesla 咧想睇 put 輪選擇咧，右手邊呢度咧就係10468咁樣，10468按完之後咧，我哋有個互動圖表嘅，咁你撳落去之後咧就會變大咗咧，就有2日嘅即係美股24小時啦，灰色咧就係美股嘅交易時段，所以條黑色線咧都繼續運作緊啦嚇，我哋可以撳長少少啊，而紅色咧就係我哋呢一隻 put 輪嘅一個價格嘅表現嚇，咁你見咧可以咧。做一啲咧超前嘅部署，譬如你話我覺得嚟緊可能Tesla 今晚都會向下嘅，想部署定啲 put 輪，又或者容易啲理解，可能業績前後做一啲操作。咁我哋而家加埋灰色咧，美股嗰個價格表現俾大家去做參考嚇。咁你見咧喺佢跌之前咧，即係講緊較高嘅位置啦，咁隻 put 咧就會比較平啲，因為我哋睇跌啊嘛嚇。咁好啦，咁啊尋晚跌啦，跌落嚟之後咧，你見我哋隻 put 輪咧。開市嗰個價嗰個升幅咧係反映翻對尋日4點鐘嚇夜盤價嘅表現嘅，所以你見咧今日呢隻 put 輪咧係升緊2成幾嘅，咁咧大家咧可以用我哋呢一個網站即係24小時圖咧去參考下。至於你話咧即係嗰個條款及數據咧喺上邊咧按翻咧就可以見到咧平時睇慣睇熟嗰版啦嚇10468 Tesla 嘅 put， 咁佢咧就6初到期比較貼價嘅 put 嚟嘅。咁就提供緊嘅實際槓桿就4倍，咁大家可能覺得個銀碼3毫幾紙好似好大粒咁喎，咁但係咧其實 Tesla 本身咧嗰個正股個波幅都相當大啊，你見就算佢3-4倍嘅實際槓桿效應，乘一乘翻個隔晚變化，而家都升緊2成幾嘅，咁所以咧就未必需要咁即係擔心嗰個即係輪價係咪好貴，又或者個實際槓桿係咪好低咁樣，反而係揀一啲條款係合適嘅嚇，咁你可以去即係做翻個比較同埋選擇，譬如拉低啲呢個位置 Tesla 嘅 put 咁樣，咁你見我哋都有好幾隻選擇嚇，有啲咧都太價外太短身，暫時就唔好睇住啦。所以咧，譬如話頭先俾大家望嘅10468咧就係貼價啲嘅選擇，個銀碼咧就3毫6啊，即係2毫半樓上啦。咁我實際都係我哋3隻產品入邊咧，暫時係最高嘅選擇嚟嘅。係啊，幾靚啊嚇，咁啊就輕微價外嘅10468 Tesla put 嘅，好，咁啊跟手睇埋隻 NVDA 啦，嗱利申我就持有佢嘅正股嘅，我而家都諗緊係咪即係要做少少對沖咯咁樣，咁啊 Chris 幫我哋即係解構下啦，即係會唔會話萬一佢又再穿啲咩位咁就即係調翻轉真係要做 put 定係還是其實都唔使諗噶啦，今晚就可以做定啦嚇。嗱，咁睇翻咧，NVDA 咧整體走勢咧，其實咧近日咧都係行緊一個咧係下行嘅通道啦。咁呢個就由2025年初開始到而家都冇變過嘅。咁近日嚟講咧，雖然有反彈，咁但係咧去到啲明顯嘅阻力位咧，係講緊咧喺3月3日嘅開市價附近，即係123個半左右咧，又有啲沽壓啦。咁近日嚟講咧，開始咧係即係逐步回落啦。咁唔排除咧後市咧又再咧落翻去近日嘅低位咧104蚊左右，可能仲穿一穿添，因為咧有機會咧去到咧區間嘅底部，咁所以現階段咧可以部署一下咧一啲淡倉做下 put 嘅。咁風險管理方面啦，大家留意翻啦，近日高位3月17日當日嘅高位咧係122個8毫9，咁呢個位咧就要做翻一個止蝕㗎。OK 好，咁啊就如果對正呢啲咁樣嘅 number 位啊數字咧 ，Eva 有冇咩好嘅 put 俾我哋可以參考下咧？好啊，咁Nvidia 尋晚美股收盤比對前一日就跌緊5.7%啦。咁如果話
嚟低啲嘅位置，你揀翻 Nvidia 嘅，其實而家夜盤價個跌幅咧更加大嚇，即係比對下午4時其實係跌緊6%過外㗎啦。咁如果話 put 輪嚟講咧，你見今日升幅咧都唔差嘅。咁當然啦，都係跟翻嗰個槓桿嘅高低去反映翻嗰個正股個變幅啦嚇。咁如果話咧，我哋隻Nvidia 嘅 put 輪嚟講咧，有價外啲嘅選擇，咁就不過就比較長身啲，所以咧個實際槓桿咧就3倍左右嚇，10581。咁我個銀碼咧就細粒啲，係2毫半樓下，所以敏感度咧相對高少少嘅，每一格跳動咧就0.001啦。如果暫時即係對 Nvidia 睇法相對比較即係悲觀啲睇跌嘅話咧，咁我哋隻 put 咧10581咧都係我哋嘅精選產品之一嚇，提供緊嘅實際槓桿大概係3倍左右。咁你望落去之後咧，你可以望到咧佢詳細嘅條款啦，同埋見到我哋開價嘅情況都相當積極啊！而家開緊市，咁我哋買入價賣出價咧開到最窄㗎啦，一格嘅買賣差。咁如果你用我哋嗰個槓桿效應去乘翻呢個而家呢一刻啦嚇，嗰個夜盤價比對上日4時參考價咧個升幅咧係跟到好足㗎啦嚇，咁啊升緊咧大概係18%左右，咁大家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計一計下，就唔係話用美股收盤價嗰個升跌幅去計嘅。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咧，即係望住咧，你哋嗰個美股專頁嗰度啦，頭版嗰度咧，即刻咧都會 show 到呢啲美股咧，即係夜盤嘅參考價。咁啊，如果我而家睇翻咧 NVDA 咧，夜盤參考價都跌緊超過1%㗎，係啊。咁啊，所以咧喺亞洲時段呢個時間嗱，香港嘅11點零鐘即係我哋而家因為錄緊呢個節目啦，咁樣喺日頭 daytime 嘅時候咧，你一樣可以咧係做淡咧美股嘅，咁啊進行一個嘅超前部署咁咯。好啦，咁啊多謝晒兩位同我哋講咗咁多，問問 Eva 先，有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份咧？好持有嘅。好啊，咁啊唔該晒，咁我哋今日咧輪證 online 超住傾講住咁多先，咁啊快啲可以咧就住一個美股嘅向下趨勢咧做定一啲淡倉部署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